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an，今日嚟到深圳呢邊一間連鎖式嘅髮型屋，第一次過嚟呢邊啊，剪頭髮啊。今日呢做完嘢啊，有少少時間啊，咁我朋友仔呢就帶我去佢平時剪開嗰間髮型屋。呢一間髮型屋呢，其實喺深圳啊，亦都好出名嘅，亦都有好多分店噶。咁大家睇落去就知邊一間嘅。今次呢，我都係第一次啊，去呢間連鎖店嘅髮型屋咧剪頭髮嘅。咁一直以為呢，佢其實呢都係得快剪而冇得洗剪吹嘅。咁我朋友同我講，原來佢都有洗剪吹嘅分店嘅喎。咁我哋而家呢就出發，而且呢個價錢啊都係非常之靚仔啊。佢同我講啦，洗剪吹啊埋單啊先40幾蚊嘅咋，仲平過東門添啊，我覺得。40幾蚊洗剪吹，佢仲要同我講環境呢又企理 OK 喎，咁啊究竟有冇伏呢？我哋今日介紹呢一間呢，其實大家有時返內地啊都會見過嘅。咁咧呢一間呢，就係大型連鎖店，佢叫做優剪。入去啊！優剪呢一間呢，有得洗剪吹嘅，咁同埋呢可以啦，微信啊掃碼呢排隊嘅，亦都可以揀自己心水嘅髮型師。咁大家睇個環境呢，都係非常之企理啊，舒服嘅。入到嚟呢，就首先洗個頭先啦。我就喺微信小程式裏面呢，就揀咗啊呢個哥哥仔呢，幫我剪頭髮嘅。雖然呢40幾蚊呢洗剪吹啊，但係成個過程呢，一啲都唔馬虎噶喎。而家呢，髮型師哥哥呢就慢慢幫我洗頭啦。洗得呢都好舒服啊，同埋佢都好認真啊，一啲都唔會馬馬虎虎啊。咁剪頭髮之前呢，髮型師哥哥呢，佢都會問你啊，想點樣剪啊，或者係想剪成幾短啊，佢都問到你清清楚楚先至開始。佢呢邊呢啲剪頭髮嘅工具呢都好多噶，林林總總都有嘅。另外呢邊呢，我覺得有個優點呢，就係佢唔會啊係咁呢要 sell 你做會員啊嗰啲，因為有陣時喺大陸剪頭髮呢，好多鋪頭都想 sell 你做會員啊，叫你入會啊、充值啊嗰啲。咁呢個邊呢，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啦。這樣子不會看着沒有層次感，知道嗎？一定要把上面剪短，前面留長。昨天那個叔叔我都不敢說他。就是你在這邊花幾十塊錢，我要讓你體驗到100多的服務。就剪短了，修一點點。如果你哋嚟染髮嘅話呢，仲會有呢個呢自動調色機啊，可以喺上網呢個 app 嗰度揀定個顏色，跟住就可以呢度呢出呢個測試嘅色出嚟嘅。而家呢就剪完啦，準備去沖一沖水先。平時啊，大陸啊啲髮型屋呢，通常啊洗剪吹啊，咁啊剪完之後呢，都係幫你沖沖水嘅啫。咁呢邊呢，佢又有個細節位呢，做得幾好嘅。剪完呢，仲幫你遮埋頭啊！咁呢40幾蚊呢，真係抵到爛，我覺得。不吃，幾十塊錢發出咗幾百塊錢。哇！即刻靚仔晒，後生咗10年。OK OK。
OK。望下鏡頭啊！等一下我要拍一下側面跟後面哦。今次咧洗剪吹咧大概係45蚊左右嘅啫，咁啊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一試嘅。如果中意嘅話，麻煩大家關注下我啦。